看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，早起伫台中，甲因的立委候选人做伙来宣誓反贿选。针对蓝营批评伊去互蔡英文总统带歹去咯，赖清德笑笑回讲，迄是选举的语言，唔免怪伊。 选战剩不到30天，热烈炮火愈来愈激烈，甚至互相攻击总统候选人蔡派副手人选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听了笑笑。那您自己有觉得有被带坏吗？我想那个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语言啦，哈，这不必随之起舞嘛。 2020大选拢还未投票，前总统陈水扁甚至讲2024年袂是赖清德甲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竞争。赖清德强调，咱甲重点放伫上远的代志。这个时候去炒2024年的议题，国人不会当真啦，哈。2020这场大选里面，能够3张选票护台湾，不仅仅捍卫台湾的主权，也维护台湾的民主。这个时候，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。 赖清德一早伫台中甲党籍立委候选人做伙宣誓反贿选，面对选战话题风风雨雨，赖清德照家己步调，为力赢争取每一张选票。